开是要安怎啊？做想要啉饮料的咧，白大个，斗三工者，斗开一个啦。你开袂开，我嘛开袂开。你嘛开袂开？我甲你讲，红小姐的六十八，来，可以小姐，开一个。又搁是我，啊，紧啦！我嘛开袂开，我开会开，我今嘛啉吗？啊无，有拢爱啉啦，啉水啦。是啥物爱啉？我就是要啉啦。来，小朋友，我跟你讲哦，但是这个所在啊，等者咱哦，紧来提补充。伫咧提补充之前啊，甲大家哦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声讲出，咱是啥物队？阮是马祖救护队。好，自我介绍你是？我是邓奕凯，我是高明雄，我是陈佩彤，我是邓艺兴。准弟，阮过来提补充啊。恁手的拢摕饮料，敢是替阮准备的？莫想伤济，这是阮家己要啉的啦。哇，这阮的呢。啊，这是阮都无开啊，开袂开，即马大人足想要啉啊，毋过我就开，啊，恁敢会使甲阮斗相共？啊，是讲你有调，调，啊，搁有搁啥螺丝，啊，搁有螺奶吧？调螺丝落来吧。是。有无？我遮有，我随去传，你等我。哦，你去传一，你去传一，哦。拢传好啊。调螺丝落来吧。是。啊，你传这假使就拍会开？我跟恁讲，刷了我要用更怪的原理哦，甲恁甲这饮料拍开。更怪的原理。更怪原理。对。杠杆原理，更怪原理对吧？哦。啊，毋过我即摆先请准队你甲我斗三工。我斗三工。你甲这螺丝哦，甲伊讲的，你甲有迄推啊讲的。你讲的啊？讲的。免推啊，我这就好，安尼就好。讲的，啊刷了，请一个小朋友甲这螺丝安锁入去。锁入去哦。哦，锁看卖。爱聊在哦，我甲你斗看。快出来！热心加油，热心加油。安尼较安全。安尼知无？安尼较会用的哦。差不多安尼哦。有知无？好，有知。锁入去啊来。这吼就是我家己做的迄开啊。开安尼哦。嘿，啊，咱就放伫咧这个所在，这吼是进来所在，啊，这吼是出来所在。咱若是哦换较头前的吼，螺丝啊真侪开啦，啊，若是换较后壁吼，就较省啦。我已经有理解你的原理，我会使家己试看卖。好，更怪原理啊！更怪原理。伊卡伫这点嘛？这点。唔是会骨啦，会骨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哦。好用啦，来。哦，敢若有感觉哦。我就最大呢，我到底会啉袂掉，啉袂掉。更怪原理。哦，搁一柜，搁一柜，搁一柜的，搁一柜。小朋友。来，小朋友试看卖。来。你啥物事？回动。这两个小朋友。来，你爱家己卡掉，你才换好，换这。哦，有谢。厉害。过去。有感觉哦。好，起来。哇！各位啥物人想要试？搁一位。搁剩一罐尔哦。一罐哦。好，请我甲你来。哎呦！有吃啊！好，快点。还有一个角度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其实哦，生活中有足侪科学的智慧，所以咱会当试看嘛，会当帮助咱生活更较利便啦。这方法是毋是最好的？哦，赞。最好啉的。最好啉。不是啊，看到你稍微。刚有其他饮料？哦，无啊，阮孝顺偌久咧，阮开几工呢，规工拢找无开啊，拢无得开。开几礼拜拢开袂好。真正，多谢恁甲这个更怪原理甲教阮教啦，真正足方便呢。对。感谢。你家己搁去买啊？不是啊，你无饮料好，无你红包装啊，你红送优惠啦。好，就安尼，因为着要答谢嘛，无咱这饮料永远拢啉袂掉。对。对，你来提补充，恁准备好未？好啊。来，准备这招，停来噶！叫阮的名，这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着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安呢。嘿嘿，探险队，大声念出来。来，什么字？切。切。麦。目。目。目。
笑，笑，我是笔，无唔对。啊，今日要考验的题目哦，就是甲学校的教育有关系的题目，恁就尽量加油。安怎来摕到大片咧？4题通啊摕到1题大片，8题通啊摕到2题，加油哦！好好好，来，音乐家，来，准备跳，还可这个字耶。啊，谢谢，来，好，来，下个，够好啊，够好啊，对，来，哇，这两个，好，阿吉威，菜，啊，抓出来，手关点，手关点，较低。好，谢谢，哦他看我详细哦。来，大学，哎呦，这厉害哦，标准用哦。两只手接啦，好，跳，啊，刮出来，哎，下个，小哇，对，bonus，哇哇，哇，哇，bonus 叫对位啊，来，菜，可能有当时会偷走哦。中学金，是，好，谢谢，八4题啊，已经摕1分哦。什么？八靠家，三日，打电话，八九秋，什么八九九？头前爱讲出来，三日无留八九秋，水，对，来，好，三日无溜八上手啊！球，拜托拜托，你唔是用身躯去接，唔是身躯去接啦你，那个菜，你一你要插落。可以一开球，来跳，啊！来，下个，电脑泡，水，混落来，跑跑跑，好来，这个是。哎呦，来，下个，幼点鱼，哎呦，好，来，厉害哦！来菜，哦7题啊，到1题就过关哦。班青辉，对，哇，过关啦！八题，来 bonus 是啥嘞？陶早，偷走二，哇，艺心你一看到就甲读出来，就当时啊有偷走二呀。啊无啊无，曹操应该是你啦，我是偷走猪，啊，同款意思，嘿，偷走二、偷走猪拢是翘课的意思。三日无溜八上秋，三日无留八九秋，就是吼，老师甲你教真侪功夫，哎，啊，毋过你若是无去复习，哇，你的功夫就袂记了了。你遐学的物件，就甲放学袂去的，就会离咱树根足远的，八九秋啊，拢甲放学袂去，离咱足远的意思。安尼知影无？嘿，来哦，哇，八题，2题大题，佮加上 bonus 3题，请题啊！来，你提啥大声爱念出来哦，沙尾啊，嘿，马祖鱼，再来，水，米虾，水，哎大吉利，赞！哦，这个表现会当互因摕奖学金，对啊，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总讲一句，2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。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高中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花莲国小，花莲国小，的小朋友，毋是花莲哦，是花伊是莲，台中，是毋是伫大甲遐附近？啊，就伫咧大甲区内底。大甲，大家嘛，迄大家对，所以因讲伊是妈祖守护队啊。哦，你看，伊是驾前先锋呢，千里眼顺风耳将军。敢有？无啦，我是讲伊就是守护队嘛啊，。守护队，大甲啊，啥物上出名？我知影是蚵仔对毋对？对，你有爱食无？可能你无解，不该讲，我感觉囡仔讲伊拢较无爱食蚵仔。个无按做，诶，甲伊种做甜的，对啊，甜的你若是亲像恁食豆花，你袂加一寡蚵仔是黄圆，黄圆会食袂？我紧因大汉就知影蚵仔的美味。对，哦，蚵仔真正赞。一直你讲这个，咱即摆就是爱甲这个动物赶转去，拢知影哦。我等因兜食饭，对，赶转因兜食饭，内底敢若蚵仔尔。啊，2题通啊摕1题大片，是啊若3题3管3只动物拢转去，
就有2块大片。加油哦，请一位。好，一位哈，选一个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什么？想袂到，因选择咱感觉上歹赶转去的阿米啊。第一队先选一个呢。我袂使拍着阮阿妹啊！阮阿辉啊！这较轻呢，这手也较悬，咱喊会去。哎，袂使拍着哦。手较甲喊起你，喊起你。手较悬，你不能飞去啊。只阿妹啊，呱呱呱呱2只阿米啊！呱呱。你爱上爱着这条歌呢？一只阿米啊，呱呱呱呱。哎呦！哎呦，来，请讲。卡叔讲安怎，嘛爱安怎？卡叔讲你无爱我，你嘛爱甲我讲。这问题你即摆几岁哈8点多的看伤济。真正啊无啦，爱有真侪种啦，爱有真侪种。亲情的爱，朋友的爱。对。来，请讲。安怎干哪安怎？我敢若会晓食饭，袂晓煮饭。所以水。你这标准的呢？我干哪样食，袂晓煮饭。最后一只咯。水喏。厉害！你做阿你最近拢足听话哦。无都慢一点，好好练习。好，手下嘛啦。请讲。母只甲目有水。母只伫舞台顶点嘛有水。强我嘞！手险啊啦。过关。安怎干哪安怎？头先你讲我干哪会晓食饭，袂晓煮饭，唔是食饭哦，是啥物饭？食饭爱变调。食饭。因为我爱食，我是一个足爱食的人。对。安尼用的。但是啊，你啊，食饭就爱变就爱变调，知吼？爱变调哦。做伙念一个食饭。食饭。我最爱食的。我就爱食。哎，好。干哪，来试看卖一下。会去做句看卖。我敢若会晓唱歌，袂晓跳舞。水。好。真好。就勇敢的，拜拜。标准的答案。我敢若会晓读册，袂晓教册。所以，对，咱甲咱的本分做好就好啊。对。来啊，3题2块大片，请提啊。来，大小念出来，你提啥哦？会哦，会哦。文班。好，来答起你。哇，目前伊是全部拢摕着哦。啊，还有2题啊未啦。等下迄关。收起来。咱就来看卖啊，后一关你通摕到几块大片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Just do it！ 探险队爱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你若是困罔困，卖迷茫啦。Just do it！ 来哦，来到这个关卡，大家人面敢若开拢结规球哦，面悠悠哦，面优面角。因为难度真正有提升。要安怎摕大片咧？5分，通啊摕1块大片。啊，若甲10分就2块。是。你平常去上课的时阵，是家己走路起来，是坐车去，还是爸爸妈妈载？爸爸妈妈在。啊，这下好啊。去啊，去啊。我要甲你考的是方向题，听看卖一个。小朋友心照听，我的后壁是北方，啊，我的头前是南方。请问一下，我的倒手边是啥物方向？哦。东方。东方。东方。对。对。哎呦。哎呦，厉害咧！来，洪小姐来解说一下。你的位置若是真好吼，安尼你就会知影，因为我的后壁是北方，我的头前是南方，安尼我的倒手边就是东方啊，啊正手边就是西方，安尼知影无？好，你讲对啊啦！哎呀，好，你选一空，来。选一空。哪一空？这空。就是这空啊。哦，你是无想要落来是不是？对。伊无想要落来。不过你嘛想落来赌这空啊？啊是你安尼赌会着啊？会当选的是这空。到底是几分呢 ？Just do it！ 哇！第一关，就强啊咧！
分，哦，感受到四顺风，四顺风。哇，小朋友来真正是四顺呢。哎呦，那这个选啦，一个选就4分啦。问你一下，你数学敢唔好？伫你的科目内底，无好。水，啊那这拄好啦，歹势啦。数学题，听看卖啊去。来，我讲一遍了。我有一条8公分的线，2公分我就拍一个角。安尼照问一下，我尾头到尾会当拍几个角？哦4个， ，4个角，确定。确定。所以你给我一个答案。我想者。 4个角。 4个角，好。4个对，对。 4个角。 4个角，好。4个对，对。唔对，我跟你讲啊吼。你想讲8拄2是4，对啊。啊，毋过代志毋是咱所想的遐尔简单，来，请解说一下。嘛唔对，8拄2是4个角嘛唔对，啊毋过上头前迄个角，你个角加落去，所以是5个角。后一位，多谢。来，你加油。这无简单呢，足够考的哦。这个题目赞，哇，明祥，我感觉听是非常的重要。你听得清楚，你才有法度去解破这题。来哦，自然题，请出题。天哦，马路虎，雄雄一声单雷讲了，搁一个刚刚的死呐，甲我带一个。请问一下，我这句话倒位唔对？敢知？来，唔知哦，好把紧，咱嘛真勇敢，唔知就唔知。咱今日就是来甲学起来，甲学转去，好不好？对啊。所以唔知哦，所以唔知这个答案对唔对？哇，来者，来，咱好好甲你解说一下，到底倒位唔对咧？好，其实唔对的所在就是，咱应该是先看到死呐，才会听到单雷讲。因为呢，这个光吼伫咧空气当中呢，伊是走了比声音较紧哦，安尼知影无？这个原理你知无？知。知影，只是你可能啊听袂清楚。嘿嘿，就听无。对，好来，好对啊。后一位，多谢。热心，你有特别介意倒一个动画故事？灰姑娘。哦，伊介蒲姑娘哦。不过牛，哎，哇，敢会伤准？来，咱听看卖啊，这个动画故事是要讲倒一个故事咧？动画故事当中的蒲姑娘的王子，伊是靠什么物件认出蒲姑娘？哎呦，玻璃鞋啊，玻璃鞋啊！哎，我记是金龟火车，金龟火车马，车，不是火车，哦是马伊是车。坐马车，无火车。哎，我想讲有火車較緊啊，你靠我就緊去認着王子啊。來，你的答案是玻璃鞋啊，玻璃啊，對對？哇，厲害呢！伊1秒就甲搖出來啊！啊，你敢知影為什麼？伊走去厝內口的時陣，鞋啊來，落過來。嗯，哎，敢若有這段對唔对對？对对对啊，对再來咧，我袂記了了。因为呢，伊伫咧舞会当中呢，12点时间演到，伊若是无倒去厝，伊的规身躯哦，拢会变到足歹，衫裤嘛足到足破的，所以呢，伊伫咧走的时阵，伊的玻璃鞋啊落伫咧楼梯，结果伊倒去的时阵，王子就看到伊的玻璃鞋啊。哦，該認出來就是安尼啦，對唔對？对啊，好，算了，你即擺當算了，好，你要倒一間这个好好，不過安怎還攏有摕到1分的機會。这大饼。来，这分，这空到底会当摕到几分呢 ？Just do it！一分，啊哈！啊，一分。我还可以买些哇关。共款嘛是过关来，会当转去咯。安尼一两三是5分，通啊摕到一块大片车的。来，大声甲念出来，你摕给啥？轮流啊哈。黑黑暗层。黑暗层，好，来，大水你。你會使洗無要緊哦，甲洗落來，嘿，洗落來打。好，大号来，我这里收在。虽然摕到真侪大片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呢？赢来个！
来咯，六块大片，敢有想要刷位？稍微还是就安尼，无就安尼安尼。就叫安尼哦，就这样呢。到底敢摕到咧？来，手甲手，可以加这个安全，哎呦啊大力了，敢会紧张？袂哦，完全袂。就知呢。啊，万不离无对，千万唔通怪我哦。好，较大力了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请买。哎呦，哎，足顺的，足顺的哦。哦，足顺到顺到。颁奖。这情况咧，真系稳嘿，你看。厉害模型啊！哇，这下家己斗的呢，嘎嘎呢，来，送互你。这个模型呢，请红色真讲。好，这个嘛是迷你嘎啦，你会使家己斗，啊吼，伊会使变做一个形体。你今仔日看这也看身啊，你会使换另外一种。哦。哎，刚好8种，通变化。哎，这里呀。反正你登去去研究一下，通变10种、12种，系啊。厉害哦！叶卡真正足在，背落，你看对伊嘛是安尼。伊就本身就在讲我稳赢呀。稳赢的就对啊啦。好啦，啊，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甲阮分享几句啊。欢喜。欢喜，两个字。不过伊的面我看不出来，就欢喜的。有啦，欢喜啊，对啊。阿明兄你咧？欢喜。嘛是欢喜。对。陪同你也加讲一句。欢喜。你今仔日表现了真好咧。真的。啊，除了欢喜，佫有啥物款的心情？你这样一路算落来，啊，到紧张，佫摕到宝藏。紧张。欢喜甲紧张啊！好来，啊，热心呢？希望后届佫会当个来。后盖。后届佫会当个。伊先来跟你想啊啦，后一摆佫想要来。好耍好耍。我要招我好朋友啦。一届佫做，一届佫来啊。对啊，你即摆5年啊嘛，明年才过来好唔好？好。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语。对啦，终于哦，我的宝藏佫大大消失去了。